新的学期开始，台南市秘书长彭进庭、康教局长陈新辉，一透早特别徛伫咸水国小门口，迎接学生来上课，同时向家长以及用路人宣导交通安全观念。登革热防疫还要注意什么？因为开学是伫年假了后，所以嘛特别加强各项防疫措施的宣导。除了要注意自身健康以外，更要防治天高热，落实巡道清刷，确保环境安全。除了宣导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，所以也要提醒所有的学生呢，一定要做好个人的卫生这个自主管理的一个工作。我想今年我们要提早部署啦，先要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登革热不要在台南再发生。今年提早启动防疫相关工作，就是要打造健康校园。校园团结防治，你快乐我平安。另外，这礼拜是友善校园周，教育甲警察局合作，前往职工中学宣导防诈骗，将常常会看到的诈骗类型变成网架。培养学生的防诈骗观念。不管是交友被骗的，不管是投资被骗的，或是购物被骗的，都非常的多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在开学日的时候，要跟各位同学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。除了防诈骗，嘛结合反导网络暴力、校园霸凌等议题，借由规划多元活泼的宣导方案。持续甲亲师生合作，营造友善和谐的校园气氛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